Hi，我係阿珍姐啊。今日咧，我個話題咧就係講銀髮一族啦。哇，呢個話題真係好 hit 啊！我哋喺香港啊，奮鬥咗幾十年啦，相繼咧我哋都得到回報。而家香港咧，超過65歲嘅長者咧，超過23%，即係咧4個人已經係有1個人噶啦。政府推動銀色零售產品同埋服務咧，已經喺6月份咧展開序幕啦。你哋有冇留意到啊？其實65歲嘅長者真係唔係好老嘅啫，我哋都應該咧多啲出嚟消費啊，買下嘢啊，我哋仍然好有活力噶，多啲出嚟發掘啲多姿多彩嘅生活，仲有參加多啲身心有益嘅活動添啊！認識新嘅朋友同埋事物，同啲老友記咧資訊嘅交流，有啲活動啊仲係所費無幾嘅添噶。長者咧而家固有嘅福利，無論交通咧，你搭到幾遠都係2蚊。如果話搭飛機咧，如果係搭國泰咧，仲有7、5折添啊！呢啲都係鼓勵我哋出嚟多走走。喺餐飲方面咧，超市購物啦、娛樂啊、睇戲啊，呢啲通通都有優惠嘅，對我哋銀髮一族嘅友善對待。你哋有冇好好利用啊？呢啲優惠咧，我哋一定咧要隨身帶備長者卡，去到邊度都問下我哋長者嚟噶，有冇優惠啊？南大門咧非常之支持銀髮長者多活動，由7月2日起，凡係咧拎住長者卡嚟南大門食嘢，郵料費一律8折，以表示咧對銀色長者嘅一份心意。我哋飲食界咧為咗慶祝7·1回歸呢個活動，聯合好多飲食界嗰個協會，100幾間食肆啊推出7·1折優惠。南大門當然支持咧，喺嗰日咧嗰個小菜啊、蔬菜啊一律7·1折，希望咧一眾市民留港消費，支持香港飲食業，取諸於香港，用諸於香港。